我来请问你，为何来云东大境内做位？我俺上出头，今天好县官来到来家，就是听见不车回家哦，此要凭这个母亲回家到来，皇上的小子。不错，莫非是为皇上了？你伫咧提水，我皇上的圣旨就可信于你。安尼，阮后母若是顺利的回转雕国下，有命可信，无命可出了。我过分了，我是3岁孩童是上手脑，伊这件代志我已经